呢套別墅東南向嘅，然而只花咗180幾萬毛坯買翻嚟嘅，裝修咗40幾萬，裝咗2年度假字嘅。依家你計下150幾萬呢一個價錢虧咗幾錢？呢間陽光別墅東南向嘅103方嘅1/4別墅，目前係市面上嘅賣得最靚最平嘅一間啦。邊個買到就真係賺到啦！呢一款別墅呢，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啦。你睇下，啱啱呢2年先裝修好嘅，保養你睇下好似全新嘅咁樣，而且嚟講呢，直接唔使煩就可以入住啦。花園呢度呢，整咗呢一個洗手間嘅位置，同埋咧大廚房，所以嘅話呢個廚房嘅話4-5個人煮飯咧完全冇問題嘅。呢個1樓嘅話，唯一嘅遺憾就係冇一個長者房，但係咧有啲人係唔中意1樓整房間嘅，特別嘅適合呢個可以省時省身，又可以直接入住嘅，並且價錢超級便宜。睇2樓，2樓咧同樣係做咗2間房，一個洗手間嘅，而且嚟講全部重新裝修嘅別墅咧，睇起身咧都會感覺特別舒服嘅。3樓咧整咗一個主人房套間嘅，外帶埋一個大露台嘅，所以咧3樓呢個空間咧亦都係比較舒服，而且咧連埋棚都搭好噶啦，你真係攞衣服就可以入住啦。你睇下呢一個空間，望出去個景觀視野係咪非常之開揚，非常之舒服？158萬仲可以傾價錢嘅，現業主跟埋啊，全新裝修拎包就可以入住啦。呢一款東南向嘅1/4別墅真係邊個買到就賺到啦。同埋嚟講，首期20幾萬，每個月嘅義工4000幾蚊一方。想執呢一個樓嘅話，評論區呢度 Q1，大方將詳細嘅資料發俾你。我係大方帶你執樓睇好房。